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单元台语禁歌音乐厅，我是 Lisa。台湾一路行来，经过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的戒严时代，拢有真侪好听的歌曲，因为无同的理由去互禁掉，不准传，不准唱。咱这个新单元台语禁歌音乐厅，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介绍一寡遮的禁歌。咱头一集要来介绍的是望春风。娃娃 TV 讲台语。望春风的作者是作曲家郑宇贤甲作词家李仁秋。倒也无伴手顶的清风对面吹。相信即马台湾5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人人会晓唱，30-40岁的朋友应该嘛是会晓唱两句啊。20-20岁少年朋友应该嘛是加减拢有听过，毋过大家敢知影即首歌是咧讲啥货，谁怎会去互禁呢？望春风简单来讲是一首情歌，伊的歌词是咧描写查某囡仔期待伊家己会当甲伊介意的人做伙的迄种心情。一个17-18岁的查某囡仔无意中去撞到伊家己介意的查甫囡仔，毋过因为惊歹势，煞毋敢去问伊的名字，只是甲即种意爱的心情放伫家己的心肝内，你也思也想，逐工想讲即个查甫囡仔啥物时阵会来带伊做某，逐工伫遐想呀想，想呀想，想到听到门口界先有人在弄门的声音，就赶紧走去开门看，敢是查甫囡仔来啊！结果门开开，才发现毋是查甫囡仔在弄门，是风在弄门啦。这首遐尼趣味、佮遐尼水的歌曲，是安怎会变做禁歌咧？这是因为伫戒严时期，国民政府认为这首歌的歌词违背善良风俗，会教歹囡仔大细，所以开始禁止人民来唱这首歌。后来这首歌佮变做台独歌曲，我嘛毋知影原因是啥物。歌词我看了几落摆。安怎看就看袂出倒位是咧讲台独的。何况这首歌是李仁秋伫日本时代所写出来的歌曲，敢讲李仁秋伫迄个时阵就开始主张台湾独立，也是伊通灵知影未来台湾人要互台湾独立，这拢无可能嘛。所以我想来想去，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去互伤侪支持台独的人唱过，所以国民政府起毛歹就规气甲这首歌变做台独歌曲，只要有人唱就掠去关。我安尼分析敢有道理？好，咱歌词甲这首歌去互禁的理由讲了后，咱嘛来讲一下这首歌的曲，因为伊的曲甲普通的曲无啥共，伊是用传统的五声音阶经调落去做的。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啥物是五声音阶经调，这我专门课的。一般来讲，西洋的音阶有7个音，哆、来、咪、发、嗦、拉、西。五声音阶简单来讲，就是干那5个音，去掉西洋音阶内底的发甲西，剩落来哆、来、咪、嗦、拉，就是五声音阶内底的音啊。哆、来、咪、嗦、拉是手名，因的音名伫西方是 C、D、E、G、A。伫东方的音名是这5字，用华语来念是工商绝子语，台语应该是经商角顶舞，我无确定啊，若是有知影的人咧，拢欢迎留话甲我讲哦。好啊，啥物是经调咧？经调就是甲经这个音当作第一个音开始的音阶。好，讲了遐济，大家应该有较了解这首《望春风》啊吼。接落来，咱就来欣赏这首《望春风》演奏版。
好，我是 Lisa，今仔影片就到这，若想介我影片的话咧，我就要市长甲分享出去，要电话观众朋友话，就要直接电话来客服热线中，安尼去上新影片通知哦。另外嘛，这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好，安后一个节目再会。